营养，果白树叶是好重要。爱麦脚也是古话长腿衣，上回观音有点讲团结，让啊本人开饭讲团结。大细嘛都一条无字眼，爱到冬夏高官来摘呀。美浓山下，十多几个山下，爱住爱呀，好吹舌头，阿妹报嘅合作帮白妹讲嘅想法。慢数慢数，来叫几多，上悲哀。人流中火，爱捉唔到，叫水唔到。火风里是见对见人做，火风里是见对见人做。是我。下去再说。收拾一下东西，我们今天晚上送你回家。现在？就是现在。帮你带了点吃的，你看看你要带什么，赶快收拾一下，我们马上走。可是床单、被单，我都还没整理耶。这个你别管，收拾你要带的东西就好了，剩下的我跟阿发有空再来整理。那阿发他是不是不来了？他应该马上到了吧？谢谢。你是不是喜欢上阿发了？阿发他对我很好。那我呢？我也对你很好啊。那你有没有一点喜欢我？美丽，美丽，福林，你们都准备好了吧？天都快黑了，还以为你不来了。约好了，当然要来啊。美丽，500块，给你坐车够不够？不行啊，我怎么可以拿你的钱？你说什么傻话？没有钱你怎么回家？那我不要拿这么多。你是怎么搞的啦？多带一点钱在身上，万一路上遇到什么事也好应付啊。对，你可以买一些板条带回去啊。你以为你在带观光团啊？钱你就收着。把钱收着啦。美丽，美丽，你不要哭啦。美丽，赶快把钱收好啊。美丽，你把钱收着啦。你们两个快点啊！待会还要去旗山大客运，再晚一点就没车了。美丽，把钱收起来，不要哭了。
好不好？来。好，来，出来。好了，美丽，走，小心哦。这边，我来载他好了。来，美丽，小心点哦，坐好。走了。坐好。抓好哦，前面路不太平。小心哦。你们两个快一点啊，赶不上末班车了。车还没来，我去买点喝的。哦。美丽，那我们去那边坐着等。美丽，我帮你擦。你脚上有泥土了。没关系啦。擦不太干净，先擦脚。等我来了。谢谢。阿爸，待会我陪你坐车去高雄。那我嘞？我去就好了啦，路途那么远，回来一趟都半夜了，你可以半夜才回去吗？你家人一定会问东问西的啦。不用算了啦，阿范，先回去啦。我待会去帮他买火车票，送他上车，我就回来了。哎，车来了，走吧。美丽，爸，再见。阿爸，美丽，阿爸，美丽，记得写信给我。我一定会写，除非我死了。美丽，美丽，阿范，你先回去吧，明天到学校再说啦。美丽。美丽。
金宝，我答应你，等下听我好好来讲，唔好因英文就打啦吼。阿公，还几落咧？阿公，向三个人甘做甘做，啊，站起来，阿公，做个要清廉，做人要硬出，唔系拖损人，拖到来去呀！快到！要是不好子，跪在祖先牌面前，俺问你在往哪？阿发啦，唔讲，哪道歉？伊做嘛个呀？哈？我去。啊！唔讲啊！啊！你什么现出来再打啦？坦白讲，你到底在往哪？讲啊，今来讲啊！唔枪法，唔枪法，唔枪法！啊，来出来！掏钱！阿发底下啦，阿发底下啦！ 5、3块！好，唔好打，唔要打死伊！打死都打死，人家偷钱，海摆唔地方要做出哪个坏事，俺人家打死，未来哪么就好办？走！俺走，阿发，赶来，故意放假，赶来！钱恁爱拿，爱甘愿不愿打。阿发，哦，哦，有担当，敢做敢当，讲，按多钱用来？我做唔得讲，哈？唔做唔得讲，恋爱都做唔得讲哦。我无拿去做坏事情啦。偷钱没做坏事，啊？善人表做那个坏事咩？阿发，你今来讲啊，偷到人多钱哪来呀？哈？我真的做唔得讲啦。做唔得讲，好啦，莫再打啦！我嘅事情哦，阿发，要做乜嘅啦哈？阿发唔讲，一天又有人赢伊啦，你做乜唔小心去搞来呀？以为逃课，为大人的也夹白，偷鸭唇，应该要偷钱，越来越过分。伊讲啥？卖我相信啦！偷钱，阿发，你偷钱了哈？阿发个先啦吼，挨地啦，以后还你好搞，免好摆啦。小心以后，每个钱拿去做坏事，要偷钱，你当中会拍的啦。慈母多败子，俺唔想讲你，水菜呢？你用来么哈？要是我答案太哩，来我讲也好啦哈。好呀好呀好呀好。这菜。哎呦，过来啦！哦，较犀利咧哦。啊，倒来都会做嘛嘅啦哈？偷钱做嘛嘅啦哈？啊，较犀利的位啦！这个很个甲真美丽送做伙啊，又无差钱，无迄很伊自家用六几个，贵去没了。啊，贵来甲加钱，又哦，犀利啦！你又这样个时间，医药费，哎，就是啥？啊，就亚件事情啊哈？最近唔知都会想嘛嘅啦哈？伊做迄个呢？孙个人影响诶，大大呢，俺吃到你去甲改歪啦哈？
为什么无想讲去洗毛衣挑钱？不会大多安尼，哦，真个算个香。唔讲的啊，切下腿啊，腿好了，行去洗毛。哦。哎，阿姐，请你做唔得甲出面，副院先生讲哦。伫啦。都一个碰到底命哦，透干恁爸脚踏车。恁娘嘞，透干遮的人哦，烂脚烂手。少爷，你等来。知影转来吼，恁人规气吼，死死伫外口啦。内底人过来。小姐，今日人过来。哎，照顾拢无来啦。照顾无快嘞。来咧。我咧甲你讲话，你是无请哟哈。脚踏车放无去啦，我行路转来。啊！你即摆当作我是3岁囡仔哟哈！就算讲你的脚踏车放无去啊，为你下校行路行到店的，敢莫行到3更半暝哈？你莫敢莫黑白骗哦！谁伫咧黑白骗？若是叫我掠着，谁偷干我的脚踏车？恁爸一定会死！干！偷摕人的物件哦，就甲抢人的某共款。你屁下流啦！无，你是咧讲啥？比屁下流哈！莫安尼啦！迄落爱看是细人吼，交面皮啦，搁死热咧食啦。你讲啥死热伫咧食？你讲啊，哈！好啊，啦，恁两个。讲到恁母啊，真正是饲了这个假布袋啦，饲到一个后生遐尔大汉啊，规工哦，敢若知影伫咧外口浪溜连，规工伫咧外口落垃圾啦。我真正这感觉足唔值的啦。我问你。迄日你是毋是放伊走的？讲我什么地带啦？你迄个啥物话啊你啊？是你家己憨慢啦，连一个小姐你都看袂好，无路用。我无路用，你就路用。好啊，你三袂见笑，三袂见笑，快快三边呀！卖我了啦，差点来在老太啊啦。我代志，我代志。你喏，姐，你路有。乖呀，不哭了，不哭，乖乖乖，进来进来。你怎么会跑回来的了？你喏。那个茶是不是卖茶？是陪客人的。怎么会这样？姐，那你们怎么样？没有，我们都不要，结果他们就打我。打你？怎么会这样啊？你呢？我们上当了啦！什么打工都骗人的。那你是偷跑回来的了？有两个人很好，带我跑出来，还给我钱坐车回家。感谢上帝，回来
来就好了，回来就好了。阿莫，阿莫，没有，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没有做梦，阿莫有回来了啦。在哪里？这里，阿莫，先走。伤心呢。有想过怎么过？难想一想啊，知道哎。做嘛啦？吹南讲，吹南讲。做嘛啦？等一下你就底耶啦！你们两个打什么架？大家都是兄弟，有话好好说嘛。应该唔要言相打啦。阿伯，九层堂阿妹讲，全部本来捌打，多大位都冇事情啦。冇嘛事情啦。福利，那你嘞？你又是怎么回事啊？关你屁事啊！是没看过。哎呦，去那个担担面，是闻都不能闻哦。哎呀，上天作假的哦！俺讲马个有福同享，有咱同当嘞，没义气的家伙。好了，别吵了。今天啊是男生日啊，下课以后去人家前那搞庆祝，一个都不许少啊！好啊！哎呦，俺最好有50钱的哟，俺一定都。好啊！哎，走，上课了。上课，走。福利，你给我那个陈美丽的地址啊，我答应要写信给她的。美丽，很亲密哦。快啦，地址啊！劝你不要干傻事了。万一美丽为了要回信给你，又引起大家注意，你怎么解释你跟她关系？更何况三弄已经怀疑到我们头上来了。干，要不然老子干嘛要跟他打一顿？落嚟。有你講誰你啊？嘿呀，等下看下這幾棟講哈。你讀誰啊18歲。睇見你哦。我睇你哦。韓細呐，規年條卡乜家都唔知事哦。羅媽媽。嚟，過嚟一套，一做廖君怡。好。睇過咧。哎，眼鏡很記。哦。阿平，一套好落嚟，勸快出來。哦。睇過。祝你每天腦滿腸肥！我腦滿腸肥，把我說的跟個屁啊！你才腦滿腸肥嘞！哎，阿 V 嘞？啊，誰管他啦？放心啦，他一定會來的。對了，哎，太過你看哦，我準備一個禮物送給你，生日快樂！你好像哦，龍太。哎呦，給你才像嘞，把我說的跟豬一樣的嘞。那你的禮物嘞？拿出來啊！哦，小本的。小本的。不要被你爸媽看到了。cái吹點咱用咩來喏？阿平同佢講下冇乜好呢。什麼茶室的兒子？茶室歸茶室，兒子歸兒子嘛。不要有成見，他們都是同學啊。出來你們去這種地方啊？哎呦，老婆，這饒人處且饒人嘛，你不要一直揪着我的辮子不放嘛。我羅某人啊，說一不二，我保證，我以後再也不去了。啊，好了，你去休息吧，這碗呢，等一下我來洗。啊。大哥哎，用哎，干到哎！來，走，都沒走。大哥哎，生日快樂！哎呀！
完了呀！看我等一下怎么罚你们2个喽！罚你个担担面！你莫讲去多点，妹妹，你最后一个来，还说没有迟到。好了，不要罚了。啊，总算把人带来了，那就算将功赎罪。来，吃免挑了，好来。罗爸爸，坐。你坐，来这是客嘛，你坐。谢谢。这个啊，是我们外省人习俗，过生日一定要吃的长寿面了啊！儿子，趁热快点吃啊！哎呦，爹，我们都还没有切蛋糕嘞。好，对，切蛋糕。好，来，哎，大家帮忙一下哈，来，帮弄一下，来，哎，儿子，插蜡烛，电话，来，哎呀，好来，我们大伙唱个生日快乐歌，好，来，起！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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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许愿。哎，好。阿平，我记得去考到大学哈。好了，娘。来，儿子，切蛋糕。好。哎呀，真是感动啊！好吃哦！哎，好吃。哎呀，来吃喝。哎呦。美丽，吃一个蛋。谢谢。美丽，你好吗？不知道这个时候你到家了没有？希望你一切都好。抽水站你住的地方我已经去整理过了，除了把家里偷拿出来的被单、旧枕头和姐姐的旧衣服送回家之外，剩下的都保持原样摆在那里。总觉得只要这里维持原样，你仿佛就没有离开，我们还是在一起。我非常的想你，每天都梦见你，几乎要分不清哪些是梦，哪些是真实了。我常常夜半醒来，便张着眼睛看天花板，想你想到天亮。这些事除了我，没有任何人知道。孤独的苦苦思念，成了我隐秘的快乐。虽然我现在还不能寄信给你，但我答应的事一定做到。我每天都会写信给你。等过一阵子，三郎他们忘记这件事，或者将来有一天我们再见面了，你就会看到这些信了。阿法。好久没有那么爽快的游泳了！哎呀，哎，那样眼睛穿一大条的啊，跟条白眼睛所有事情直接一边。哎，大条的，眼眉啦，做眼眉啦。你莫知道噶，活生生的条的大戏嘿。是一种残酷、幽默意义的事情嘞。切，你是受了什么刺激啊？难道你要四处当和尚哦？啊，反正啊，以后每大条的当的啦。好啊，你眼睛去拿葱的。哎，不会，为什么会啊？难道要兄弟们跟你一起吃素啊？哎，姐姐，蛋蛋的盒子包。
恁讲哦，救无路的储水站郭相有迄款呢，有心肺无管，还有小过那种呢。我看啊，你是想都没想太久了，想到脑筋都发疯了。对，发疯了啦！骗你叫的啦，你自己过去看啊。好。看新闻剧毒啦！来干人输样哦，地杯迄个吼，天错的西妹，来看到地杯还有一个西妹用的洗浆的呢。有女人哦，我们赶快去看一下，搞不好啊，有人在里面哪个哦，哪个你的头啦！只有你才会往那方面想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扔拱了。难道你不香哦？我看啊，你是和尚吃肉，夹着紧。好了，别闹了。弄点肉来吃吃，打鸟去！喂，鬼干掉哦，创啥啦？看懂未哦？唔系啊，佢哋沈龙。跟警察吹点地杯呢，一条球爽呢！哎呦，好了，金友，我一定是麻烦你啦，别吓跑了。无钱敢来店的消费，真正找死你！哎呦，你在干嘛？我兄弟打你呢！哎呦，真是他奶奶的残忍呢！干什么啦？枪里面有子弹，不要开玩笑啦！怕什么啦？那么远都打不到，吓他们。哪来啊？没给啦，子弹啊！没来啦！万一真打到怎么办啊？啰嗦了。好啦。啊！哎呦，你怎么那么笨哦？没啦，没啦！哎呀，开过来！来，师傅，扎！哎，嗰種打到的呢？哎呀，大哥，你好厲害哦！做戲的啦！來，死完了，開出來！哎，都唔敢扶下空氣來！哇塞！哎，各位幹啊！很痛哦，醫生哦，驚係醫生來。你搶的啦，用耐驚得快痛啦！好啦，醫生來啦哈，去路邊等，路邊等啦。拜託啦，路邊等。醫生，驚我開啊！哎呀，很痛啊！個強啊！你一門衝去打到係咩？我唔係啊，唔過我有一門衝去打到啊！哎呦，汗水哦！前段嘢，讓誰上橋？好。沒有。啊！好痛啊！唔係你會出蟲嘅啊？對啊，唔好硬有我哋，硬啲就咪半衝去打到啊！哎呦，佢仲驚，趕要處理。唔出蟲嘅地方，那你米蟲嗰邊，我驚係冇辦法處理啊，要送去睇醫院哦。唔講緊辦法，你醫生咧，俺說上課都冇得處理，做乜醫生啊你啊？有位說啊哈，迄個所有人民中國，你就哄票的呀，你講養出門啊？你點咧地埋佢啊？秘書，去米傳煙。我說你啦。小姐，請問下，迄沈龍迄上號你肯用嘅？你迄爺爺家小嘛？係啊。請伊哦，通去潘叔叔啊，佢一天會做去太醫院。哎，嚴重哦。請同下來啊！喂，醫生，
你三楼上这个严重的哈，还能转太医院哦，有法度医么哈？你唔是紧张，加上去安称，我手身咱做得把子弹拿出来。不过，个子弹打的地方喺里面从不变，宿舍有把武刀会影响到嘅药骨，甚至会半身不遂。所以，我惊俺那个诊所傻逼唔拉，总得要给手术。什么名呢？我会同意联络救护车啦，请你啊顺准批验，等验个东西，哈。那就拜托你了哈。好。哎呦，是拍到倒位啊啦！哎呦，好，等，先卖伊啦。内底拢出来，来，大家听。今仔日吼店的休困一天，无要营业啦。啊，三龙是安怎休？啊，休困，你问啊济是要创啊啦？伊去上着买水啦，啊，诊所无法度处理，我爱赶紧送伊去高雄的病院啊。假使明仔载我若还袂回来吼，就加休困一天，知影无？哦。呀，大家样，下间其他兄弟查过的吼，去吃饭吼，从对面拨过来的啊。你看这狗门有做呀，迄门外底哦，有滴血啊。哎，头家看，爱报警无？无你是头壳歹去哦啦！咱做这种生意，闪警察都袂赴嘞，搁报警嘞。阿雄啊，哟，交派家人啊，一定要查清楚，看卖人做的对吗？好，阿弟。一摆三龙哦，佢上本严重嘞，抢出田业，咁查实佢撞到件哦，抢富田业把事件那用安尼啊？安尼讲嘛是有影呢，啊是讲吼，歹营业就歹营业啊。哦，哎，我手足痒的呢，啊，等下找几下来拍一下麻将的。哦，足久无拍麻将啊咧，嘿啊！啊是谁讲今仔日无要营业啊？啥物代志啊？啊，你老母讲的啊，你老母要带三龙去高雄看医生啊。去高雄看医生？啊。阿母啊，啊地点也是谁开的哈？是咱兜开的咧。你创啥为着迄颗三龙，就爱休困一天啦？小可仔伤尔，就爱大惊小怪。啊，你哪会知影你三龙也是受伤啊？菲菲讲的啊。我要陪伊去病院啦，所以要休困一天啊。是安怎就一定爱你陪啦？啥物人拢会通陪伊去啊？啊无，搁阿雄送伊去啦。你即摆是咧讲啥物笑话哈？厝诶出代志，你无斗三工就煞去啊？我踮遐拍哪尔？厝诶，谁甲伊是一家伙啊？我即摆无时间甲你讲这个啦，我转来再甲你理论啦。阿勇啊！要调解。你吼，等下做一底暂停影排表门后啦，无人下要唔甜啦。好，阿弟。不准去啦！你创啥？阿母，你爱去就去你的啊。今仔日吼，我来换店就好啊。你若遮尔有本事吼，我着今仔日吼唔免遮尔忝啊，我着互你饲啦。你莫甲我添麻烦，我阿弥陀佛，谢天谢地啦。莫做了，莫做啦，看我啥物地带。夫人怎么还没有来啊？怎么办呢？不会出人命了吧？唔敌呢？哎，我听我姐讲啊，好像伤得蛮严重的，而且送去高雄大医院了呢。哎呦，无案件但要死啦！不过万一你打中的是三郎的鸟，那可就……哦，如果真的打中他的鸟啊，他一定跟你拼命啊！去那个担担面，我是往他的背后射的，怎么可能射到你啊？哎，夫人来了！哎，对，夫人，你好。哎，到底怎么样了？嘿啊，哎，他们有查出谁干的吗？啊？哎呦，你倒是说说话啊，不会出人命的吧？哎呀，算了，你有没有讲我啦？哎，是不是三龙已经知道是我们开枪的？没有啦，打中不会追啦，进医院。
哦，太可爱，你好厉害哦！这样就把他打进医院了。我也不想这样，我怎么知道我是那么准啊？真的哦，大条的，别闹了！最近最好少去河边了，也别去猎鸟了，省得被山洞手下看到。哦。阿范，阿范，好啦。阿范，阿斌，来做吗？无事情做啊！本妇人公阿姨河浜仔身都唔甘去的，起路卡牙眉抢要险爱脱俗，无出来调下去哦，爱不点呢。你做嘛？困什么？无啦，看嘛输。那你调教出来，人骂，第一唔会骂喏。牙眉哦，伊如果你菜干，全讲险爱乃是来本路卡，还有东梅路卡。哪一是本爱，爱看哦，内爱录卡迄孙啥，伊独门的录卡，样个真的呢。概念所以过去，迄讲爱鬼伊啊的，唔爱天数爱哦，就讲爱干几只片讨论功课。对啦，爱问哦，对独门。很认真的嘛，当然很认真的啊！唔讲，我用的对，咱做的对有懂袂啊？用的对哦。算的啦，阳光面，干怕连细妹的书都无见过咧，爽也无问。哎呀，讲万年无见过细妹的书啊！唐哦，我不但有见过西摩的书，还有见过南哥嘞。真的哟？万年啊！讲那唔对啦。要做大事情，都该用啲讲清楚最好啦。我世上地位啦。总唔得讲出去哦。一定的啦，我敢万年讲啊。就是陈美丽啦，陈美丽哦，唔记得冇？上摆啊，来年伫吊桥档看到日本人打，就叫佢考试，就慢慢的。就这样啊。我就给他身体搬过了，肯定也蒙住，所以是慢慢的。你懂嘛？就真强下啦，顶嘛。阿斌，阿斌，你好没啊？没有说再见就走，他急着要去哪里啊？谁知道哦？这小子一整天都阴阳怪气，问他什么好像人没听到一样。三郎最近有没有怎么样啊？有没有生命危险啊？最近晚上啊，我做梦都做噩梦哦。
一想到这个事情，都担心的要命。放心啦，死不了的啦。听说子弹已经拿出来了，不过现在还在高雄住院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哎呀，谢天谢地哦，那我就可以回去睡一个好觉喽。哎呀，你回去呢，先吃一大碗公的猪脚面线压压惊，吃饱喝足之后啊，一定可以一觉到天亮的。你们都不知道，这2天啊，我是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。你看，我都瘦了2公斤哦。好了，我要先回去了。好。哦。吸他一口哎，再瘦个3公斤也看不出来。走吧。哎，等一下啦，富林。干嘛啦？既然你妈妈跟三龙都不在，那你可不可以，给我陈美丽的地址啊？饭条加奶，唔爱加饭海，爱带来希望。饭条加奶，唔爱加饭海。